少年金庸的武侠世界。去年2018年10月。金庸过身，一世人拢总有15部武侠的作品，大家一直伫咧定翕新剧。咱台视公司制作过金庸的大出戏，拢唱甲掠袂调。头尾咱25年，咱台视和联合所谓文创公司做伙合作，甲倚天剑抑佫有刀量刀摕出来展览，互武侠迷众会当亲身来遮展功夫。这首歌一个放落，真侪人一定拢会想到这出《倚天屠龙记》。真爱看武侠小说的人，心内拢会有一个真介意的金庸的角色。1994年台视制作的金庸大戏《红甲变过》，让25年台视甲联合所谓文创公司合作，打造特别展览，千百部里面倚天剑、刀量刀和金庸写出来的功夫，会当互大家看到。郭靖当时他带着这个黄蓉去求医，其中一个呢就是他把那个石头顶在这个上面，它上面有一头牛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场景。金庸写的天下五绝，武侠迷拢背出来。展览内底唔哪有拢唔捌公开的珍贵的原稿，佮打造真侪有名的景。唔管是伫桃花岛顶的老顽童周伯通，倒手的圆，正手的四角的武功，还是神雕侠侣、小龙女佮杨过大的古墓，你拢会当亲身来体验。唔那安尼，佮邀请拍喙口大师帮易公来讲故事，互民众会当佮留一解有名的爱情故事。瞧着小龙女所刻下的那几行字，大声叫道：“16年后再次重会，夫妻情深不失信约。”小龙女，小龙女，你亲手刻下的字，怎能你不守信约？收集正百件珍藏，加上互动药卖菜，要互参观展览的民众做回来体会金庸的江湖世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